要達至梁議員講同埋市民期盼嘅方便呢，真係似乎一地兩檢呢係必不可少嘅。咁所以而家我哋同中央政府呢，正係去到最後階段去處理呢個一地兩檢嘅方案。由於嗰個課題係相當複雜，亦都有一定嘅敏感性，所以我覺得我哋應該係當所有嘢都係研究好呢，就一併全面嚟到交代同埋公佈，就恐怕難以喺今日作少少嘅擠牙膏式咁去預告下嗰個一地兩檢嘅方案係點樣樣。不過可以同梁議員講呢，一定係符合基本法同市民嘅解說嗰方面呢係重要嘅。咁我哋會同港鐵公司呢已經係做咗相當多嘅準備嘅工作，係呢啲嘅解說嘅工作。我相信應該好快，甚至快到可能喺1個禮拜之內呢，大家都會喺傳媒嗰度睇到，即係我哋介紹係一個高鐵為香港市民、為香港嘅經濟帶嚟嘅好處啊！